我們繼續我們還沒有完成的題目，我哋繼續仲未完成嘅任務個題目，那就是繼續的來思想、來學習愛。就係繼續嚟思想我哋嘅愛。上個禮拜我們就開始想到愛的事，What love is。上個禮拜我哋講到愛的事。那我們保羅告訴我們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上個禮拜咧，我哋講到係愛係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很多時候講到忍耐，好多時候我哋講到忍耐，我們總是以為很被動、很消極的一直忍。我哋往往會諗到呢啲係好被動、好消極咁去忍。其實忍耐更有積極的那一面。其實咧，忍耐咧更加有積極嘅嗰面。除了就是在忍，就很被動、很消極的忍之外呢，除咗咧係消極嘅忍啊，好被動之外，而是能夠在忍耐當中，還能夠積極做你應該做的事情。而係忍耐咧喺消極嘅入邊，我哋依然都可以做啲積極嘅事情。這才是真正的忍耐。呢一個先至係真正嘅忍耐。很多時候我們以為忍耐就是很被動的，一直忍，什麼都不做，一直忍，不是這樣的。好多時我哋諗到如果忍耐係好消極嘅、好被動嘅。忍耐當中，除了很消極的忍耐之外呢，還要積極去做應該做的事情。忍耐除咗消極，我哋都仲要去做積極嘅嘢。所以保羅說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所以保羅講，愛係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所以是忍耐加恩慈。所以忍耐係加恩慈。就是在忍耐的同時，我又要對你有恩慈。所以忍耐嘅同時，我又要對你有恩慈。在話語、在行為上 ，be kind and be gracious to you。就是在話語跟行為上要對你好啊。即係喺話語上邊，我要對你好。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話，如果我哋能夠做到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嘅話，我們就可以做到保羅現在所要講的種種的愛了。我哋就可以做到保羅所講嘅種種嘅愛。那在這樣的愛裏面呢，我們真的就可以化解一切的衝突。咁樣嘅愛，我哋能夠化解一切嘅衝突，消除一切的不愉快，消除一切嘅唔愉快。如果我們真的能夠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如果我哋能夠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好，那我們再繼續下去。好，我們知道保羅就告訴我們有愛的8個不是哈。跟住落嚟所講嘅愛有8個不是。那麼以後呢有4個是哈。OK。跟住落嚟有4個是。好，我們繼續再看第7節。我哋嚟睇第7節。哥林多前書13章嘅第7節。聖靈的果子有恩慈。OK， 好，第7節哈，第7節保羅在告訴我們，就是愛是凡事包容。喺哥林多前書13章嘅7節咧，保羅講到愛是凡事包容。Love is to bear all things。所以愛是凡事包容。所以愛係凡事包容。那什麼包容呢？咁點樣去包容呢？包容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遮蓋。包容佢原文嘅意思就係遮蓋，或者是容忍，或者係容忍。To cover or to bear up。所以這個凡事包容，這個包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遮蓋的意思。呢一個包容原文嘅意思就係遮蓋。To cover。OK。那麼這個遮蓋呢，是為要 protect。To cover in the sense of to protect。我們要遮蓋，所以我們要保護它。我哋要遮蓋，首先我哋要保護佢。那麼我們或者是容忍 to bear。那容忍是因為 to support， 我們要支持它。容忍我哋即係要支持佢。所以遮蓋是為要保護。所以遮蓋係為咗保護。容忍為要支持。容忍為咗係要支持佢。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咁到底係咩意思？愛是凡事包容。愛係凡事包容。凡事遮蓋。
凡事遮蓋。那有人就以為說啊，遮蓋就是 cover up，就是他犯罪的話，我們把他的罪全部蓋起來，to cover up all sins。凡事遮蓋，即係話係咪佢犯嘅罪，我哋全部遮蓋？或者是像中國人很喜歡說的，沒事，全部掃進那個地毯下面。或者係咪好似中國人講嘅，冇事，將啲垃圾用啲地氈冚住佢。Sweep under the carpet，冇事，全部就掃進那個地毯下，那就沒事了。將啲垃圾全部用個地氈冚住就冇事。所以愛是凡事包容，是不是這個意思呢？所以愛係凡事包容，係咪代表咁嘅意思咧？就是我們遮蓋，就是我們所犯的罪全部把它蓋起來，那就沒事，全部蓋起來。係咪我哋所犯下嘅罪將佢遮蓋起身就冇事咧？絕對不是這個意思。其實唔係咁嘅意思。不是保羅不是要我們去用愛來包庇犯罪者，來遮蓋罪惡。保羅意思咪話我哋用愛嚟包庇呢啲犯罪者，嚟遮蓋佢哋嘅犯罪。而是要去保護或者支持我們的弟兄姐妹們。而係要去保護同埋支持我哋嘅弟兄姊妹。那是什麼意思？我們再來看這個，為什麼好像這個 ？OK， 這個好，我們來看看這一個箴言書第10章12節。我哋嚟睇箴言嘅10章嘅12節。箴言第10章第12節 ，Proverbs 10:12。喺箴言舊約聖經箴言嘅10章12節。箴言第10章第12節說：恨能夠挑起紛爭。12節咁講，恨能挑起紛爭。愛能遮掩一切過失。愛能遮掩一切過失。恨呢，只能夠挑起更多的紛爭。恨只能夠挑起更多嘅紛爭。而愛卻能夠遮掩一切的過失。而愛能夠遮掩一切嘅過失。彼得前書4章8節。喺彼得前書嘅4章第8節。彼得前書 1 Peter 4:8。彼得前書第4章第8節。彼得前書嘅4章第8節。彼得前書第4章的第8節，彼得說：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確實相愛，因為愛能遮蓋許多的罪。喺彼得前書4章8節，最重要嘅係要彼此切實相愛，因為愛能遮蓋許多的罪。都是同樣的意思，愛是凡事包容。都係同樣一個意思，就係愛係包容。那什麼意思呢？咁係咩意思呢？我們再來看這個歌羅西書第3章。我哋嚟睇歌羅西書嘅歌羅西書3章13節 ，Colossians 3:13。歌羅西書嘅3章嘅第13節。歌羅西書3章13節 ，Colossians 3:13。喺歌羅西書嘅3章嘅第13節。保羅說：如果有人對別人有嫌隙，總要彼此寬容。保羅咁講，如果有人對別人有嫌隙，總要彼此寬容。也是包容的意思。亦都係包容嘅意思。到底愛是凡事包容，係什麼意思？咁究竟愛係凡事包容係咩意思？他的意思就是說，如果我們真心的相愛，如果我們有真正的愛的話呢？佢意思話，如果我哋有真正嘅愛，我們能夠原諒別人的犯錯。我哋可以原諒其他人嘅犯錯。我們真正的愛的話，我們確實是會原諒別人的犯錯。我哋真正愛佢嘅話，我哋確實能夠原諒佢嘅犯錯。以至於雙方都不會受到這個錯或者罪的這個傷害。以至於呢個錯帶嚟嘅傷害都唔會受到。那因為呢，保羅在告訴我們，他說我們要彼此寬容。保羅話俾我哋聽，要彼此寬容。Forbearing one another， 我們要 bear one another。那什麼意思？也就是說，我們要容許他人犯錯。即係我哋要容許他人犯錯。我們都不是聖人。我哋都唔係聖人。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人。我哋冇一個人係完全嘅人。所以既然不是聖人，所以既然我哋唔係聖人，不是完全的人，我哋唔係完全嘅人，我們肯定會犯錯。
我哋肯定會犯錯，我們肯定會說錯話，我哋肯定會講錯說話，也會做錯事情亦，都容易做錯事情。對嗎？大家覺得係咪？難道你敢擔保你從來沒有說錯話嗎？唔通你可以擔保你唔會講錯說或者你話，從來沒有做錯事情嗎？或者你從來都冇做錯事我們情？沒有一個人是完人，我哋冇一個人係完人，因此呢，我們就必須要容許 allow people to make mistake，我們需要容許別人會犯錯。所以我哋必須要容許其他人佢哋會犯錯。別人肯定會在言語上或者行為上會說錯話，會做錯事情。別人呢可能會喺言語或者行為上邊會做錯事情、講錯所以嘢，我們要包容。所以我哋要包容。我們那個英文有一句話說 ，To err is human, to forgive is divine。那犯錯是人，犯錯才是人。To err is human， 就是犯錯才是人。人犯錯就人係會犯錯嘅。只要凡是人，我們都會犯錯。只要我哋係人，我哋就會犯錯。 To err is human, to forgive is divine。那如果你能夠原諒你的話，那真的是一件神聖的事情。如果你真係可以原諒人哋嘅錯，呢一個真係一個神聖嘅事所。以我們既然明白到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聖人，都不是完人，既然我哋明白每一個人都唔係完全嘅人、聖人，我們都會犯錯，我哋都會犯要錯，容許他犯錯。所以要容許佢犯錯。那麼這麼一來呢，你就不會受傷害。咁樣你就唔會受傷害。你明白嗎？大家明唔明白？如果我們能夠容許別人說錯話或者做錯事情，如果我哋容許其他人講錯說話或者係做錯事情，那我們就不會容易受傷害。我哋就唔會咁容易受傷害。很多時候我們會被人家一句話傷害，好多時我哋因着人哋嘅一句說話或者受到被某一些傷害，人的一些的小動作、小行為而傷害，或者人哋嘅一個小動作而受到傷害因。為我們對他的要求太高了。因為我哋對呢個人嘅要求太高，我們常常是我們說我們要寬以待人，嚴以對己，我哋時常講要寬以待人，嚴以待己。但我們卻是嚴以待人，寬以待己。但係我哋會相反，嚴以待人，寬以待己。明白嗎？大家明唔明白？我們應該是寬以待人，我哋應該係寬以待人，待人要寬容，待人要寬容，對自己就要嚴肅，嚴以對己。嚴以對己，對自己要。但我們常常是寬以對己，嚴以對人。但係我哋時常會做相反，我們很容許自己會犯錯，我哋會容許自己犯但我們錯，卻不容許別人犯錯。但係我哋唔會容許他人犯錯。所以當別人犯錯的時候，我們就受傷害了。所以當呢個人犯錯嘅時候，我哋會容易受到傷害。這就是愛是凡事包容。呢一個就係愛，係凡事包容。第二，第當我二，們能夠容許他人犯錯的時候呢，當我哋容許他人犯錯嘅時候我，們就不會容易截人之短。我哋就唔會容易揭人之短。就是我們很喜歡就是去揭發別人的錯、別人的罪、別人的不是。我們很喜歡唯恐天下不知。我哋好中意去揭其他人嘅錯、佢嘅弱處、佢嘅唔好嘅地方。別人只是講一句錯話，但是呢，我們卻好像迫不及待的要讓人知道，哦，這個人說錯話，這個人做錯事情。其他人講錯嘢或者做錯事情，我哋就恨不得讓其他人都知道佢做錯事情。我們就像法利賽人一樣，我哋就好似法利賽人一就樣，定他的罪。就去定佢嘅罪。所以保羅說，愛是凡事包容，所以保羅講，愛係凡事包容，不是遮蓋罪惡，唔係遮蓋罪惡，而是所以我們不把他的錯給暴露出來，我們就是在保護他。我哋唔將佢嘅罪揭露出嚟，就係為着要保護。我們容忍他的錯，我哋容忍佢嘅我錯，們在支持他。我哋喺度支持緊佢。當然，如果他真的是犯罪的話，但係如果佢真係犯罪嘅話我們，必須帶領他認罪悔改，我哋必須帶領佢去認罪用悔改，愛心把他挽回過來，用愛心將佢挽回翻嚟，而不是在那邊像法利賽人一樣用律法來定他的罪，而唔係好似法利賽人咁用律法嚟定佢嘅罪，讓他根本沒有辦法能夠改過自新。令佢冇機會能夠改過自身。這就是聖經的意思了。呢一個就係呢句，恨只能夠挑起更多的紛爭，恨只能夠挑起更多嘅紛但愛爭，卻能遮蓋許多的罪。但係愛能夠遮蓋。也就是我們可以用愛阻止他再去犯罪。
亦即係話我哋能夠用愛嚟到阻止佢繼續犯罪但是。如果沒有愛的話，但係如果冇愛我嘅話，們定人的罪，我哋定佢我們嘅罪，審判一個人，我哋審我們判呢個人，揭露他的錯，我哋揭露佢嘅可能錯，會引發他犯更多的罪。就會引發佢犯更多嘅錯。這就是保羅的意思。呢一個就係保羅嘅意思。愛是凡事包容。愛係凡事包 Love 容， is to bear all things。那麼就是我們要遮蓋，我們要容忍。就係我哋要遮蓋，我哋要容忍。我們都不是聖人全人，我哋都唔係聖人，亦都唔係全我們人。肯定會犯錯的。我哋肯定會犯每錯，一個人都會犯錯，每一個人都會犯錯，所以我們要容許他人犯錯。所以我哋要容許他人犯錯。那麼這樣子一來，你和我們本身不會受傷害，咁樣我哋就唔會咁容易受傷害，我們也不至於去批判他、定他的罪。我哋都唔會批判佢同埋去定佢嘅罪。我們可以用愛來包容他，來接納他，以免他犯更多的罪。我哋以包容同愛嚟到接納佢，以免佢繼續去犯罪。這就是愛。呢一個就係愛。再次，真正的愛，真正的愛是不會去揭發別人的錯或者是罪，真正嘅愛唔會去揭發其他人嘅罪同埋錯，你會原諒他。你會原諒所以保佢。羅說，你們不但要彼此寬容，還要互相饒恕。所以保羅講，佢話你唔單止要彼此寬容，仲要互相饒恕。我們會原諒那些得罪我們的人，我哋會原諒嗰啲得罪我哋嘅人，但我們不會因着他的錯，或者是他對我們的不是而受到傷害。我哋唔會因着佢嘅錯或者係得罪我哋而受到傷害。這就是凡事包容。呢一個就係凡事包容。再來，接下來第二，保羅說是凡事相信第二，保羅佢講凡事相信， ，believe all things。凡事相信。凡事相信。然後這個凡事相信表示說，愛呢，如果你有真正的愛，我們會相信一切行事的動機是純潔的。保羅講呢度凡事相信，即係愛，相信行事嘅動機就係純潔嘅。愛是凡事相信。愛係凡事相信如。果我們有真正的彼此相愛的心，如果我哋真正有彼此相愛嘅心，我們就會相信弟兄姊妹們，他們行事為人的動機是純潔的，沒有惡意的，沒有不良的企圖。我哋就會相信弟兄姊妹佢哋嘅動機係冇惡意，係純潔。那如果沒有愛的話呢？但係如果冇我愛，們就會懷疑了。我哋就會懷疑。我們就會懷疑他對我這麼好，到底有什麼企圖呢？我哋會懷疑點解佢對我咁好，係咪有咩企圖？他這樣子做到底有什麼意義呢？佢咁樣做嘅意義究竟係咩呢？如果沒有愛的話，我們就會常常去質疑別人的那個善良的動機。如果冇咗愛，我哋往往會質疑其他人對我哋嘅善意。那一有懷疑呢，如果有懷疑，那就破壞了我們這個愛的真諦了。就會破壞我哋呢個愛嘅真諦。所以愛是凡事相信，所以愛係凡事相信，表明不存疑心，就係意思表明係不存疑心，不是信心。不失信心。 Not to doubt and not to lose faith。我們不會懷疑弟兄姊妹們對我們的這個善舉，我哋唔會懷疑弟兄姊妹對我哋嘅善舉，我們也不會對弟兄姊妹失去信心。我哋亦都唔會對弟兄姊妹失去信心。即使他真的是無意中犯錯了，即使佢無意入邊犯罪，我們都相信他不是有意的。我哋都相信佢係無心嘅。即使弟兄姊妹真的是無心之過，無意中冒犯了你，得罪了你，即使弟兄姊妹無心之過嚟到去冒犯你、得罪你，你都要相信他是無意的。你都要相信佢係無意嘅。他可能就是在不知不覺中，因為不是完人嘛，可能就是會犯錯了。因為我哋唔係完人，所以我哋不知不覺咁就犯錯。我們不會因為某某人的犯錯，我們甚至是失去了我們的信心。我哋冇因為其他人嘅犯錯而對佢失去信心。愛是凡事相信，愛係凡事相信，相信人的行事的那個動機是純潔的，相信人行事嘅動機係純潔嘅，不存疑心，那我們就不會失去信心。不存疑心，我哋就不失信心。凡事相信，凡事相信，也就是說，愛總是積極的，亦即係話愛總係積極嘅，愛不是消極的，愛唔係消極，
愛裏面是有積極的成分在裏頭，愛嘅裏邊係有積極嘅成分，讓我們能夠往積極、往善的那一面來思想，讓我哋能夠往積極、往善嗰方面去行，往好處、往積極那方面來想。往好處同埋往積極嗰方面去諗。愛是能夠激發我們能夠活出積極的一面，愛係能夠激發我哋能夠活出積極嘅一面，能夠讓我們發出那個正能量。能夠讓我哋發出正能那量。如果沒有愛的話，但係如果我哋冇我們愛，彼此猜疑我哋彼此猜疑，啊，我們甚至會彼此攻擊甚至彼此攻擊，啊，那我們就真正的破壞了這一個美好的團體。咁我哋就會破壞呢一個美好嘅團體。記得愛是積極的，記得愛係積極嘅，愛是正面的，愛係正面嘅，啊，愛是總是往好處來想。愛總係往好處嗰方面去諗。那這樣的一個愛的一個群體裏頭，咁喺愛呢個團體嘅入邊，就能夠彼此被造就，就可以彼此被造就然後，一同被建立起來。一同被建立。記得愛是凡事包容，記得愛係凡事包容，不是包庇唔係包庇，啊，不是容許弟兄姊妹犯罪。唔係允許弟兄姊妹去犯罪。你犯罪，你必須向神認罪悔改。你如果犯罪，你必須嚟到神嘅面前認那如果你罪悔改。得罪我，你犯錯，我們可以容許，可以包容，用愛心來接納，來包容，你得罪我哋可以用愛心嚟到包容接納佢，而不是去截人之短，而唔係去揭他人之然短，後甚至就定他的罪，甚至去定佢嘅罪。因此大家都受傷害。因此大家都受到傷害。愛是包容，愛係包容，容許每一個人能夠犯錯。容許每一個人都會犯錯。但我講這句話並不是鼓勵你犯錯，但係我講嘅呢一句說話唔係鼓勵你去犯錯。明白嗎？啊，我們要容許別人犯錯，我哋要容許其他人會犯但是我不錯，是鼓勵你犯錯。但係我唔係鼓勵你去犯錯。你說牧師講要容許我犯錯，你話牧師講過要容許我犯然後錯，你就去犯錯。No，不是，唔係咁嘅意思。我沒有鼓勵你犯錯，我冇鼓勵你去犯我更加錯，沒有鼓勵你犯罪。我更加唔會鼓勵你去犯罪。但事實是我們都不是完人，但係事實，我哋都唔係完人，我們確實會犯錯，我哋確實會犯錯，牧師也會犯錯，牧師都會犯我錯，有時候也會講錯話。哎呀，我有時都會講錯說話，我就也會做錯事。亦都會講錯，亦都會做錯事你情。要包容，但係你要包容，很多人不能夠包容牧師犯錯，有好多人唔可以包容牧師犯錯，會有可以犯錯，會有都會犯錯，牧師不可以犯錯，牧師唔可以犯因為錯，牧師是什麼人呢？因為牧師係咩人呢？牧師不是人。我們把牧師當作是很完美 perfect one，OK？我哋往往會將牧師擺喺一個好完美嘅地啊，方。不是，牧師跟你一樣，其實牧師同我哋都係一樣，要容許人犯錯，要容許人犯錯，用愛心去包容他，用愛心去包容去、鼓勵他，去鼓勵、去保護他，去保去護、支持他。去支持佢。我再說，不是包庇罪惡。我再一次講，唔係包庇如果錯。牧師犯罪，必須揭發他的罪。如果牧師犯錯，必須要揭啊，發犯錯犯罪。犯罪，必須要揭發如。果領袖犯罪，必須揭發他的罪。如果領袖犯罪，必須要揭如果發。會有犯罪，必須對付那個罪。如果會有犯罪，必須要去。明白嗎？幫助如果是犯罪，就必須要去揭發。如果犯罪，必須要去揭發佢。但如果他是私底下犯罪，但係佢如果係私底下犯罪我，們就私底下解決。我哋就私底下解決。啊，這是聖經給我們的原則。呢一個係聖經俾我哋嘅原則。有人犯罪了，有人犯罪，他在私底下犯罪的，佢喺私底下犯我罪，們就在私底下解決，我哋就私底下解決，不是暗地裏解決哈，唔係暗地裏解是決，私底下，因為沒有人知道，所以我們就在私底下解決好了。因為冇人知，於是我哋他如果他是在喺私底下。公眾面前犯罪，但係如果佢喺公眾如果他的面前罪是犯罪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如果佢罪係大家都我知道們就必嘅，須要公開來解決。我哋必須要公開嚟解決。所以教會我們一定要嚴厲對付罪惡，所以教會必須要嚴厲對付罪但是對弟惡。兄姐妹犯錯但係弟兄姊妹犯錯，啊，那不至於是犯罪，而不至於係犯罪，那我們就要包容，我哋就要包容，用愛心，那就可以阻止他犯更大更多的罪。用愛心嚟到去阻止佢繼續犯愛是更加凡大嘅罪事包容。所以愛係凡事包容既。然你能夠包容他，既然你可以包容佢，我們就相信，我們就要有一個相信，就是他是無心之過，
我哋就要相信佢係無心之過。他可能講這句話，他的動機是好的，佢講嘅呢一句說話，或者動機係好嘅，但只是可能他不懂得怎麼樣表達，只不過係佢唔識得點樣去可能表達，詞不達意，可能詞不達意，所以就誤會了，所以就引起誤就會，令你受傷了。就令到你受傷。有些人只是因為不會講話，所以就令你受傷害。有啲人唔係好識得表達，所以會令到他不是你受傷。針對你，佢其實佢唔係他不是針對你，恨你，佢唔係恨你，他只是因為可能不大會講話，只不過佢係唔識得表達，所以可能用錯詞，或者係用錯詞，或者語氣表達得不好，或者語氣唔係咁好但是他的，動機是好的，但係佢動機係好嘅。所以相信行事的動機是純潔的，所以要相信呢個行事嘅動機係純潔嘅，不存疑心，不存疑心，不要彼此懷疑，唔好彼此懷疑，不要彼此攻擊批評，唔好彼此攻擊批我們評。總是要往好處積極地想，我哋總係要向好嘅積極嗰邊去諗，那我們最終在愛裡面被建立起來。我哋就會喺愛嘅入邊建立。所以愛是凡事相信。所以愛係凡事相信。那 Ronald Reagan 這個人認識啊？哈，認識嗎？呢一位 Ronald Reagan，大家認唔認識佢？知道嗎？就是美國的總統里根。就係美國嘅前任總統里根。美國這種前幾任的總統呢，就是里根哈 Ronald Reagan，他曾經講過一句話。佢曾經講過一句説話 ：Trust but verify， 就是說相信，然後要去求證。就係講相信去求證。先相信他所講的話，先係相信佢所講嘅説話，相信他所做的事情，相信佢所做嘅事情。但是呢，我們要去 verify， 我們要去求證。但係我哋要去求證。所以這個信呢，也不是糊裡糊塗一味的相信。呢一個相信唔係糊裡糊塗咁去相信。為了要使我們的信是確實的，是真實的信。為咗要令我哋呢個信係確實真實嘅，我們需要去 verify， 我們需要去求證。我哋需要求證，到底他所講的話是不是屬實呢？究竟佢所講嘅係咪屬實？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真實的呢？佢所做嘅事情係咪真實？或者別人告訴你某某人說什麼話，或者其他人話俾你聽一啲嘅説話，你信，你相信，但是你必須要去求證。但係你要去求證。可能這個傳話的人可能會錯意，不是這個意思。或者傳話呢個人佢會錯意，唔係呢個意思。你明白嗎？大家明唔明白？教會裡面很多人傳舌。教會有好多人傳舌。對啊，傳舌，懂啊？傳舌，就是很會講話，傳舌頭。即係好識得傳話。係啊，某某人講什麼，某某人講什麼，某某人講什麼。係傳達其他啲人講嘢。那常常這種東西就會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誤會和紛爭。所以時常呢啲嘅傳話會造成不必要嘅紛爭。常常我們會聽到某某人跟你講某某就講什麼，某某前面講什麼，哇！我們聽了不但是2隻耳朵，聽到8隻耳朵出來。所以我哋聽好多嘅傳話，聽到我哋唔止2個耳朵，我哋可能甚至。那很多時候，如果說我們全部都信的話呢，那可能我們就會是很盲目的信了。如果我哋信嘅話，就係好麻木。我們必須要去求證。我哋必須要去求證。我們必須要去求證，到底當時那個講話的人，他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麼？我哋必須要求證呢個所講嘅嘢嘅意思，真正嘅意思係乜嘢？你明白嗎？所以呢，很多時候人家告訴我，牧師啊，某人有人講，我問他到底誰講？所以我好多時會聽到啲人同我講，牧師某個人同你講咗啲咩嘢？牧師啊，有人講，邊一個人講？那麼我通常會問誰講？來告訴我。咁牧師會問邊一個講呢？因為我要去求證。因為我要求證。也可能是你聽錯，或者你聽錯，還是你加鹽加醋，或者你加鹽加醋。很多人很厲害的嘛，對不對？畫蛇添足。有好多人好厲害，佢識得畫蛇添足。他明明不是這個意思，然後你自己加這個意思，變成另外一個意思了。明明佢唔係呢個意思，但係傳話嘅係加咗意思落。有時候沒意思變成有意思。所以好多時冇意思就變成有意思變沒意思。亦都會有意思變成冇意思。中國人說的有關係就沒關係，沒關係就有關係。就好似時常中國人講有關係即係冇關係，冇關係即係有關係。所以我要去求證的。所以我會去求證。所以當你來告訴我說牧師啊，某人這樣說的時候，我會問你誰說的？你告訴我。所以好多時有人同我講嘢，我會求證呢一句説話邊一個講嘅。因為我要去知道到底他講的真正意思是什麼。
因為我要知道究竟呢個人所講嘅意思究竟係所以很乜嘢。多人就怕我這一招。所以好多人就好怕我呢一招所以。以後如果你不告訴我誰講到，你就不要跟我講。所以以後如果你唔知邊一個講嘅，你就唔好話俾我聽。如果你唔同我講係邊個講嘅，如果你唔同，你不要跟我講牧師啊，某某人什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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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們聽的時候什麼什麼講，告訴我誰講的。我往往會即刻問佢邊一個講嘅。啊，如果你不準備告訴我誰講的，如果你唔準備講俾我聽係邊一個講嘅，那你就不要告訴我。你就唔好話俾我聽啦。你明白嗎？我會去求證的，這是我的性格。我會去求證，呢一個就係我嘅性格。因為我要知道到底他講的時候是什麼意思。因為我想知道因為究竟意思有一係乜。些人根本沒有人講，是他自己講的。因為好多人根本就係喺度無中生有啦。啊，這是真的，就是他無中生有，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說他講，他說某某人講，其實沒有人講，就是他自己講。因為佢唔好意思，所以佢會講係邊啲人。那我就說，很多時候就會常常被這種傳舌搞到教會烏煙瘴氣。所以好多時咧，呢啲傳舌會造成教會烏煙瘴氣。我們不是說嗎？謠言止於智者。我哋時常講謠言止於智者。謠言止於智者。謠言止於智者。所以如果謠言從你那邊出來，如果呢個信息同你出嚟，如果這個謠言從你出來，如果呢個謠言係從你嘅口中出嚟，表示什麼？表示乜嘢？表示什麼？表示你不是一個智者。表示你唔係一個有智慧嘅人。表示你不是一個智者。表示你唔係一個智者。因為謠言止於智者。因為謠言止於智者。如果你是智者的話，如果你係智者嘅，那麼這個謠言在這邊就停了，對不對？呢個謠言喺你嗰度就會停止。如果再從呢邊再傳下去的話，表示你根本就不是一個智者。如果呢個謠言繼續喺你嗰度傳播出去嘅話，就係你就係唔係一個有智慧嘅人。因為因為太多這種的謠言，太多這些的傳舌，弄到哇，我們邊個講，我都一概都不理。因為教會時常都有呢個謠言，但係我唔會去理睬。除非你跟我講到底誰講。除非你同我講呢一句説話究竟邊一個講。我會去求證。然後我會去求證。那就證實到底誰對誰錯。咁就可以證實究竟邊一個錯。我想這是我們需要操練的哈，不要就是很多傳言、很多的謠言、很多是是非非在我們中間。呢一個就係一個操練，就唔好讓太多嘅謠言喺我哋嘅中間。我們是要相信。我哋要相信。但是我們更需要學習去求證。但係我哋更加要學習去求證。有很多的誤解，很多的誤會。有好多嘅誤解誤會。就要搞到我們真的是弟兄姊妹之間很多的不合。會造成好多弟兄姊妹唔合。所以愛是凡事相信。所以愛係我們相信弟兄姊妹們的動機是對的，是好的。我哋要相信弟兄姊妹嘅動機係好嘅。我們都是為神、為教會好。我哋都係為神、為教會好。我們都是要建立教會。我哋都係要建立教會。我們要造就弟兄姊妹。造就弟兄姊妹。我哋相信。但很多時候呢？但係好多時候。沒有智慧去處理。我哋冇智慧去處理。就搞到我們真的是變成整個教會就烏煙瘴氣。就會造成教會好多嘅烏煙瘴氣。所以求主幫助我們。求主幫助我哋。我們愛弟兄姐妹。我哋愛弟兄姊妹。我們也相信弟兄姊妹。我哋亦都相信弟兄姊妹。我哋都係愛主。我們都是愛教會的。我哋都係愛教會。我們都是善良的。我哋都係善良。我們都是彼此相愛的。我哋都係彼此相愛。所以不要容許任何的懷疑啊，或者任何的這些負面的東西來破壞我們這個愛的團體。冇讓任何懷疑啊，或者係一啲唔好嘅嘢嚟破壞我哋教會嘅團體。學習相信，然後去求證，這是 Ronald Reagan 說的 ：Trust but verify。相信去求證。好，我們一起活出愛。我哋一齊活出愛。好，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，因為我們下午1點鐘還有那個聚餐，所以有人吩咐啊，牧師講短一點，牧師講短一點，那就短一點好。係啊，因為我哋晏晝咧1點鐘有個聚會，所以完成咗快完成今日嘅講道。